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昨昏前立委颜宽恒宣布要代表国民党参选。颜宽恒是表示，伊是正港的在地人，希望选出来人会当真正代表地方的声音，毋是互故乡正做政党恶斗的战场。那伊的对手要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前立委林正仪是回应讲，伊希望颜宽恒会当证明伊会当做了更较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看前立委颜宽恒的手行出来面对媒体，也有台中市长罗秀贤甲颜宽恒的老爸颜清标等人，营造拿下大团结气势。今天对于一位长期深耕基层、了解基层，颜宽恒是最适合的代表中2选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较真导致台中市立委第2选区补选，颜宽恒表示，伊是真正海线在地人，无希望故乡正做政党对决的战场。单纯的只是在地的乡亲要选出一个能够代表地方、为地方乡亲争取权利的民意代表，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绝对不是政党恶斗。中期立委补选名单态势愈来愈清楚，对民进党已经确认征调的前进不分区立委林正仪来讲，伊希望颜宽恒会证明做比伊甲陈柏惟较好，而且因两人同时做过第9届立委，选民应家己做比较。我们2个的提案品质，我们2个的服务案件，我们2个的这个法案的提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质询品质跟质询内容，我相信，这是一个在这个选举里面所谓选出一个比较好的国会议员来说，值得选民去检视的部分。17月18 4项公投案了后，选去每年1月7号都是中期选区补选投票，也被外界看作是指控支持地方选战的前哨站。目前投一选战的除了颜宽恒甲林正仪，也有下面有利行长林金莲。民进党主席郭文惠回应党内是不是推派竞选，而且台中市党部全权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参众议员一群人，昨昏对菲律宾马尼拉坐海军 C-40A 行政专机飞来咱台北，伫站6点外降落伫松山空军基地，要来咱台湾访问。咱总统府的发言人是表示，因为台美互信有大声参详过，嘛尊重贵宾的意愿，所以总统府无要进一步说明。那外交部是表示，相关的行程拢是美国在台协会咧安排的，咱外交部敢若伫边仔提供协助尔。有关于美国联邦参议员跟众议员他们抵达台湾访问的事情，相关的行程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AITT 来协调安排。外交部我们提供访宾所需要的行政协助，并且就相关的防疫措施来协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本案经台湾跟美国双方的协调结果，并且基于尊重访宾的意愿，相关的资讯我们会在适时另外对外说明。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一个死亡的个案，另外阁有6个带病入境的案例。那第14轮预防射登记有 AZ、Moderna 甲 BNT 这3款，嘛会分时段来进行。国内新冠疫情连续4天加零，查到增加6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分别来自泰国、乌克兰、南非、越南、阿拉伯甲美国，其中2个人是突发性感染。另外，国内确诊个案中增加1个死亡，是一位93岁高龄长者。分别是序号1，这一位是在7月、8月接种过2剂的国药的疫苗哈。那另外序号3这位是5月跟7月接种过2剂的 AZ 的疫苗。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到11月7日，国内新冠疫苗第1剂人口注射率74.93%，第2剂是38.35%。为了避免误药塞车，第14剂疫苗预约平台有缘采取分流预约，将提供 AZ、Moderna 疫苗第1、第2剂，加 BNT 疫苗第2剂注射。其中 AZ 疫苗是伫11早起10点开放。Moderna 加 BNT 是伫下到2点开始预约。AG 的第1剂跟莫德纳第1剂，那这是全部来开放，让更多人能够来打。台地注意是，即摆做 AD 疫苗第2剂加开已经缩短为8礼拜，莫德纳疫苗第2剂加开也缩短到4礼拜，未少民众期待做无共牌疫苗，伫第14剂又无看到开放。
我们要把这个同品牌已经有登记的先把它先完成，那才会考虑来做相关的混打。那我还同样的强调，这混打在这个月里面都有可能来开始了哈，当然也要看到货的情况。另外，随着疫苗注射率的提悬，各国也陆续放量边境政策，其中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拢渐渐缩短入境隔离措施。只是到目前，日本还未承认台湾的注射证明卡，所以咱国民众入境日本犹原需要隔离14天。里面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是要居家检疫14天，双方的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了哈，那还在谈。那当然我们会争取了哈。另外，各界关心的自高端疫苗了后，敢是会当受到日本政府认可？但市场表示，即马还未讲到高端，目前重点犹外咧讲双方互惠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拼预防下的注射率，各县市步速进展。高雄市即马按算要甲一个温美丽岛站规划做预防下的注射站。若彰化县是开放民间企业组团同齐去注射，而且一到现场就会使注射，唔免先去网络登记。伫台中的部分，即马伫注射站嘛有提供随来随住的服务。高雄美丽岛捷运站的广志宫顶下骹已经排满椅啊，规划好门诊区、注射区。因为为7日开始至13，这个所在都是疫苗注射站。红线跟橘线，那就会很方便，就增加他们施打的意愿。那我们的长辈朋友就比较不一样。高雄市政府伫捷运车站要全力拼疫苗注射率，会当免疫药随到随住。若是彰化县是宣布企业公司行号，也是机关团体会当招团注疫苗，那唔免去你1922平台预约，也可会当特别设置定点注射站，也是家己去医疗院所住。一般民众原来会当家己预约。透过1922，你还要上网去登录是怎样？有一些操作不方便啊。如果你直接到诊所打电话，那这样电话一来一通就可以了解了啊。俩伫台中的注射站，规工嘛是人考，拢是注 AZ 疫苗。不过最近中央各买一批，这个月30到9期的 AZ 疫苗引起议论。不少民众认为，即卖一旦开放，唔免预约，都应该赶紧注。提供平台预约接种外，也透过双轨服务，提供民众可自行至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另快打站提供已到场且符合资格对象接种免预约。台中市卫生局是讲，第13期 AZ 疫苗注射疫苗使用期限到明年1月底 ，BNT 是12月中，只要18岁以上就会当注第1期。注过第1期疫苗的爱让8礼拜以上就注第2期，而且开放免预约、随到随住的方式，希望会当赶紧把疫苗注射率提高。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汽会减少，转做大冷，暗个早暗较寒。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敢若12度6。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早起同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山区也有东半部有局部地降雨，但个水汽会豆豆减少。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甲新竹，拢是12度9。中南部爱说日是暗时温差真大，过到大冷的空气就会流南，所以各地头拢会较大冷。今日下暗到明仔载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会搁较低，白地低温、上低温敢若12度左右，有机会会创下入秋低温的纪录，乡亲一定爱穿好少。来关心，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行政院已经核定2冬后要把 PM2.5年平均的浓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5微克。学者模拟了后，发现讲全国的 PM2.5年平均，规年冬天平均水平会当达到这个标准，也毋过伫台中以南一寡县市是无法度的。另外研究嘛发现讲，臭氧的问题搁较吃力，西半部的县市拢无法度达到标准。环保署推动检府109年国内有葡萄粉 PM2.5全国年平均浓度每立方公尺15微克较低，提前达成112年目标。有学者受环保署委托做模拟，照目前的检测策略来推动112年全国总平均应该应达到15微克的目标。不过台中以南县市除了屏东，依然拢超过标准。其中婚姻县甲嘉义县超出上限，差不多是6到7微克。它的那个背景浓度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它虽然也有减量幅度也很大，但是呢，它还是离这个标准的空气品质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学者指出，目前的检测策略对降低 PM2.5有效，不过对臭氧的防治有限。研究也发现，臭氧8点钟平均值的标准是60 ppb， 不过除了东部3县市、西部县市全部拢无法度达到标准。臭氧的前驱物包含氮氧化物加挥发性有机物 VOC 会受日头、生活污染等因素影响，防治比 PM2.5更加复杂。我们也正在研修像3级防治区的 VOC 的指定的消减，这些的法规都是特别针对臭氧本身，那会去进行的这一些的一个减量的措施。我们从它的前驱物来下手。针对台中以南县市 PM2.5真歹达到标准，环保署表示会针对石化业、钢铁业加大型柴油车等污染源，继续加强减量，让台中以南县市能早日达到标准。面对臭氧浓度改善无明显，或者建议调整防治策略。环保署也表示，刷日期会规划将 PM2.5甲臭氧并列防治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气候峰会，即马正在举行，全世界各国拢有约束好势，嘛答应讲2030年要减少碳排放。严格经济调查甲模拟，就算是安尼，地球伫即个世纪的尾啊，温度嘛是会加悬2.4度，甚至会搁较悬。伫气候大会 COP26， 各国拢宣示家己的减碳目标，都伫科学分析机构气候行动队长初稿示警，203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比爱控制成分伫1.5度的限制之下，爱悬出2倍。这只是各国做着承诺的基本抗战，若无效果，不堪设想。If countries implement all of the proposals they've made until 2030, we would emit twice as much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an we should if we want to be on a trajectory towards 1.5 degrees. And that means every country, really every country, needs to go back and rethink what they can do more by 2030. 全球40个国家制定碳排目标，占全球减排的85%，不过只有6%被纳入具体计划。顶礼拜超过130个承诺在2030年进行停止臭气啊河损土地，加做这一摆峰会上大承诺。20个国签署停止投资海外化石燃料协议，不过互人批评应该连国内拢爱停落来。Some have clearly strengthened their targets, like South Africa and Morocco, whose targets are close to being 1.5 degree compatible, and still others have submitted updates with nothing new in them, like Australia, or even worse, have submitted a less ambitious target than the first target that they put forward, which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Brazil. 那今年承诺彻底执行上乐观的预测是升温1.8度，不过爱伫2030年进行有胆识而且真紧的行动力。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介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个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由德国看守甲一寡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做调查，针对阻挡气候变迁有偌拍拼的排名，咱台湾伫旧年是吊车尾的第5名。若今年接受比拼的国家有增加，也毋过咱台湾同款是吊车尾的第5名。环保署是回应讲，因为比拼的项目有一半也是用人头落去评分的，也毋过咱台湾的人口数逢减算300万人。而且温室气体排放嘛用唔到资料，是错误的，所以这项比拼无参考的意义。来关心自由时报，台积电伫昨昏开董事会决定要伫高雄设厂，要生产7奈米，也有28奈米制定的晶圆片。2021年动工了后，伫2024年要量产，也毋过地点甲金额拢无对外说明。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欢迎，嘛强调会尽全力提供上好的环境甲服务。来关心中国时报，劳动部伫昨昏有甲印尼的官方针对引入移工进行讨论，有互相确认防疫措施，包括去训练所进前爱先做 PCR， 若移工的宿舍上济加加一间会当住6个人。按算这礼拜要甲防疫指引送去疫情指挥中心确认，若是总共有通过，上紧伫后礼拜就当开放印尼移工来台湾。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之前嘛已经宣布讲，伫后个月14开始，对一寡低风险的国家入境咱台湾，转来咱台湾检疫措施会当改做10天加4天，就是前10天住伫防疫旅馆，若后壁的4天是会使转去厝里做检疫。也毋过有村里长即马是较烦恼讲，尾啊迄4天无法度落实防疫，甲厝内人做伙住斗阵，敢有遵守防疫措施，而且敢会四界拍走，实在是
正恶控制。今年春节返台检疫措施改做10+4，也就是前10天住防疫旅馆，后4天会当自厝检疫，以一人一户为原则。那大做伙家人已经注2剂新冠疫苗，而且搁满14天就会当一人一室。不过新政策还未上路，就引起部分村里长的不满，认为真歹落实管理，也要用更较侪人力甲时间成本。那我们怎么去判定家人是否打2剂？我们去判定吗？我们也不知道。我跟李干事谁要去判定，我们也不清楚。李长表示，今年2月春节检疫是一人一户，公务里有100多人自厝检疫。规个里办公室自早起到暗时拢在做居家关怀，电话早暗各卡2通，已经真无用啊。有估今年返台人数可能增加1倍，玩乐乱象甲违规可能会更加侪。放在居家，你就是会担心他会没有完全遵守规范啊，比如说出去倒垃圾啦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就是怕发生这样，然后又去跟别人交谈啊，所以如何去考虑这个配套是关键的。指挥中心表示，今年7月到10月，境外移入确定病例是去年同期的5.6倍，加上即马流行第二塔病毒株，境外移入造成本土感染风险比去年悬，所以入境检疫才会更加严格。另外，客舱的部分游玩会有电子围篱甲全面监视，违规外出的人，相关会当处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07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451例。中国的病例有97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47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93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32万例。镜头来美国，美国的纽约市政府要求公务员爱强制注意放射。虽讲有9成2的人拢有守规矩，也毋过也是有9000人无爱去做。即马防强迫爱晓无成假，所以警消甲清洁人员即马拢咧欠骹手。纽约市的街仔路本数是顶规堆，嘛有18个消防分队即马各部长爱先关起来。纽约市府公务员自新冠疫苗强制令到期的第一天，市长白思豪举行记者会，公布总数378000人的市府团队有9000人因为唔注疫苗开始休无成假。同一天，纽约市消防局同时间接到几百名消防员临时打电话请病假。纽约全市350个消防分队，平常大约有800到1000人请病假。也毋过一天却有达到2300人，其中半数拢是无注疫苗的。人力严重不足的情况，18消防队不得已关起来。那是消防局、警察局甲清洁大队也是人力不足。社区街仔对照一包一包本数，对此白思豪强调，市政一切照常运转，无受干扰。警消部门所欠的人力，已经调派市府员工去到上岗。De Blasio is just a disaster. He's completely ruined the city. And a lot dirtier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I'd like there to be more investment in sort of the beautification of the city again. 事实上，在1月初1强制注疫苗令期限到期进前，出现一波紧急注射条，将全体员工的注射率上悬到92%，消防局的整体注射率为77%，提升到81%，警察局85%，清洁大队84%。不过也是有人认为无注疫苗的必要，除了个人的自由之外，也有真侪人主张家己感染过新冠病毒，有自然免疫力。Many of them got gravely ill. After that happened, they had the antibodies at the same level as the vaccines. Why aren't those people recognized as the same as the vaccine antibody level? 对于这款的疑问，市府卫生官员表示，已经感染的人的免疫程度也爱做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普遍的共识就是疫苗会当予感染过的人增加保护力，双方拢真坚持。新当选纽约市长的亚当斯表示，已将坐落来甲工会领袖协商，就任时重新检视疫苗强制令公示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近摆开始放宽边境的管制，
即马真侪外国人已经飞去美国啊。中南美洲的移民嘛开始大规模向北边刷叮当，因是叫是美国的入境条件全部拢放零啊，结果毋是，只是因咧想想。大包小包的行李甲红眼车虽然大一头，也无互因停落来。墨西哥南部当地时间初八，佫出现大量中南美洲移民，因行路或者是坐嘟嘟车进入南部、瓦哈卡州，小可休困了后，继续向北边行。墨西哥顶礼拜五才爆发警察疏散也移民，囡仔被逼甲家属分开的代志。不过，依然无阻挡移民继续往美北边境行，原因就是美国礼拜一开始放任边境管制，开放完整注疫苗，各符合规定的旅客入境，互真侪中南美洲移民有希望。不过，事实上，美国放任限制并无代表放任移民入境条件。真侪人甘愿试看卖行向边界，结果也是被阻挡。Se supone que tienen que dar una respuesta, ¿me entiendes? En dar asilo, pues darnos una oportunidad, no solo a viajes no esenciales, también a nosotros que somos emigrantes y que corremos peligro aquí en México. 同款出现入境条的，也有美加边境。礼拜二大量车条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往美国转移，车驶到公路正做大型停车场。这要入境的人大部分是选鸟组，也就是要去美国度假过冬的退休人士。Écoute, ça fait à peu près 6 heures, 7 heures qu'on attend. Pour passer. J'avais tellement hâte d'aller en Floride, j'ai oublié de me mettre une paire de shorts puis un t-shirt dans ma valise de voyage. 选鸟组若到冬天，就会到福州等温暖的所在避寒。不过过去年外因为疫情无法度出来，即马边境总算开放，因也真紧要登去美国，准备好好享受假期。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暗要召开防疫视讯会议，今日邀请咱台湾同齐参加，目前美国也未做出回应。来关心中国的疫情继续咧炭烧，已经炭到20个省。四川省的成都市，佫出现超级炭病者，一个人喂活13个人。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会谈，风声讲伫后礼拜就要举行。外界即马是关心敢会讲到咱台湾。来关心国防部是公布2年1届的国防报告书，内底有写到中国的军队日头咧扩大，引起区域的紧张，而且对咱台湾的威胁真大。毋那直直派军机来飞来咱台湾扰乱，即马嘛日头用网络战、认知战这款步数，目标就是免烧战，就想要甲咱台湾占落来。而我们的力量是守护每一刻。影片展现国军做好准备迎战挑战的决心。国防部发布2年1摆的国防报告书，以打造坚强新国军为中心，国军挖2年积极强化，无地顶防卫作战发展。透过报告书，传达全民国防精神，针对美中战略竞争撼动印太区域情势，指出印太区域各国拢分别调整国防政策，应对中国威胁。我国位处印太地缘战略的关键位置，国军透过深化与友盟国家的军事交流，来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跟安全链接，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来确保国家安全跟永续发展。报告书今年也增加无清楚地带威胁，指出中共一切言前战术、相关威胁手段多元，包括欺瞒侵扰、网络战士平时征收偷摕资料、正是攻击国家关键基础建设甲机关系统。共军也利用网络社群平台发起认知战，想要达到不战夺台。国防部目前应对的不只是传统的这种军事的威胁，也包括这种就是认知作战。中共它在台海周边这个军机的这个老台的一个范围跟频率，也用图表呈现出来。其实这个都只是很希望让国人可以理解，我们的国防从不容易，我们的自由不是免费的。国防部运用大数据推演等方式反制强军认知战，及时发布影片，强化咱国民众心防。针对强军想要快速夺出台湾，避免外力介入，国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也得到各项武器装备，强化后备战略，反制强军3车定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清华海峡研究院伫新竹的清华大学内底设新竹的办公室，陆委会甲各国部即嘛是拢认定，这已经违反两岸条例，会依法进行处罚。
教育部伫昨昏嘛有专工发公文发函予全国的大专院校，提醒学校要进行两岸交流的时，要依照两岸条例法律甲规范，嘛要遵守平等互惠的原则。无经过主管机关的许可，就袂使甲中国进行党部、军事有政治性干涉对待工作，影响国家安全也是利益。镜头来台南的成功大学医学系有一个大学2年的学生囡仔，伊还未考掉医生的执照，毋过伊就替病人填空喙，互写伫网络顶头引起讨论。成大是表示确实有即件代志，毋过嘛强调讲边仔是有主治医生抑个医疗团队的，因尊重专业的决定。毋过台南市的卫生局调查了后，即马是认为成大病院有可能已经涉嫌违反医疗法，相关会罚款25万。在培出未少医生的台南成大医学院，近期所逼出有一个2年的医学生，就上手术台替人开刀填空喙，消息一个出来，互外界拢惊一条。就觉得对家属来说不放心，对，应该是要从旁边那个观察。哦，当要是主打教授说 OK 的话，应该旁边有人应该是 OK 的啦。实际来到成大医学院，对学生表示，学校的实习拢分阶段，就算讲干那替人填空喙，或者只2年的学生就手术台，避免也受过凊彩。不过也有学生认为，若是边有专业的医术团队咧协助，这应该唔是虾米大问题。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因为只是缝合的话，那应该是不是动那种什么血管那种内脏那些手术的话，缝合应该是可以给学生来弄。是觉得应该是不太适合吧，因为以观感来说，就是毕竟如果你今天住院，然后知道帮你缝的是大二的。对此，成大医学院是强调，这2年的医学生做的是填空喙手术，而且有主治医师现场指导。学校是尊重主治医师甲医疗团队的专业决定。不过，这学生搁另外互人也讲，伊品行有问题，捌涉嫌偷袭别人上便所。据现场的主治医师说，他因为那个伤口是很小的，所以据我所知是一个内视镜的手术，所以最后伤口带着他一起学习缝合，不是放给他缝合，那个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性平会依照他的情节的轻重做适当的处罚。好，目前我们的这个是没有违反医疗相关的法规。成大强调，依照医师法第28条规定，也未摕到合法医师资格，煞做医疗业务者，虽然有罚款，不过若是伫咧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医疗单位，有医师指导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也是毕业生，就会使免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全国的车路交通事故，伫1个月内死亡人数上侪所在，一个是伫台南，一个是伫高雄。有人是认为讲，因为台南的圆环较侪，车红灯搁较复杂，才会造成车祸。那高雄的部分，有人是认为是因为骑奥多摆的习惯较歹，才会潜在发生车祸。小客车客甲正做废铁，驾驶当中死亡。高雄小港沿海路是高雄10大较会出代志的路口之一。交通部统计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8月超过22万件，30天内死亡人数有1917人。死亡人数上悬的县市是台南、高雄排第1，台中第2。车祸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十字路口，就是民众超速方面速度没有把它降下来。台南市警局认为，出车祸主要原因是路口超速，按过数据和定性专家应用发文了后，有不少人认为甲圆环济、路口设计复杂、后地济有高度关系。高雄民众认为死亡车祸大部分甲骑车的习惯不好有关系。红灯左转，这是最猛的。行动神主牌，我们都这样说，这是很危险。斑马线还蛮多的，小路可能就没有什么在看红绿灯。高雄市警局表示，今年1月到11月初8，全市 A1 车祸，也就是24小时内死亡有158件，159人死亡。甲去年同期169件车祸造成171人死亡来看，死亡人数减少12人。最主要的噪音还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哦。分析起来，其实车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车速快的话，你遇到紧急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处理，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事故。
高雄车祸死亡大部分是无注意车前状况，亲像开车骑车背手机啊，那车速太过紧，可能无法度反应造成死伤。根据台南高雄官方统计，死亡车祸人为比例较悬，要降低死亡率，还是要为安全的行车习惯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捷运第2阶段八堵到基隆，甲单还未定案。不过即马前交通部长何丹但是提出讲，要重新整理铁路网。那安尼生就无一定爱去基隆捷运，而且连宜兰高铁站嘛无一定爱去。这个方案颠倒是引起学者的认同。交通部是表示讲，这个方案若是有机会，嘛会使提出来讨论。基隆捷运前期真济交通部研究第1阶段由南港到八堵开475亿，第2阶段八堵到基隆，因为路人伤过细，有强几个因素无确定，也引起代替机制预算一个难题。学者表示，机制甲代替并存，恶性循环之下绝对会上诉。需求欠缺在哪里？坦白讲，我根本没有需求量哦，因为就是说，现在台铁来讲，那我们的客运只有增加了，那真正缺的并没有一个这样的量，所以做下去来讲，一定是亏本。学者表示，建设捷运首先要思考是不是满足分量，基隆人口37万，加上少子化加超高龄化，恐惊缺少永续营运的机制。建议代替改变新车，增加北基快捷公路路线帮助。前交通部长何振旦提出，调整代替路网，除了调整东部干线改为7堵发车，基隆往返7堵路线独立，西部干线应增加帮助。伊认为安尼做不一定爱去基隆捷运加宜兰高铁。利用这个八堵到基隆的这一段呢，来重整，已经有一条第3轨在旁边是闲置的，没有用。那台铁有一道铁路可以进去，所以这里把2种轨道重整啊，就可以2种车辆可以用。从树林到七堵是这2条线，大家在抢这个轨道容量，必须要满足的一个班次。还有台北到基隆这个线，所以在这2个古道或者2条半的古道上面，我们现阶段的台铁的运转是要满足这3条线的功能。交通部回应中正铁路网会使，前提是满足原本分量。冲管线台北到基隆、台北到基隆3大条件，民进党是会将基隆在地声音，维持代替起源断点，解决房厝无够问题，甲发展轻轨改善市区公共运输。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云林的高溪是有山鱿鱼，不过这毋是真正的鱿鱼，是竹笋。竹笋是云林高溪重要的产业。桂林社区这几天有推出黄金山鱿鱼，是受民众欢迎。这届社区是甲国校配合，嘛找社区的妈妈做回来拍笋干，要互囡仔会当了解地方的产业。桂林黄金山鱿鱼哈，这是什么用什么做的？笋子。云林高溪黄金山鱿鱼在地方的推动之下，已经变作是桂林社区的特产。所讲的黄金山鱿鱼，就是甲拍打的笋干铺平、切丝，才定做伙特色农产品。因为制作的过程真高工，佮需要看天公伯啊配合，山鱿鱼才会当顺利出产。迄爱拍个直啦，爱这骨爱好啦，这硬条好来拍啦。有这这日头有咩，咱才拍个水。若要做山鱿鱼，就要爱4、5工的。当年桂林社区拢会办山鱿鱼活动催行销，趁今年桂林国小也甲社区配合。对长辈一步一步做为体验拍笋干的工课，虽然过程有影辛苦，不过这学生也真期待，家己手工所拍出来的笋干会有啥物款的好滋味。就觉得以前吃过的人就会觉得很辛苦，然后就是也觉得很开心，可以能一起体验，就期待可以吃到自己做的。咱要用传统古法来做，是啊，足够工，成本真正足贵。互囡仔知影讲物件吼，无简单咧做好，而且则好品质则好，所以互因一个爱务实务的观念。桂林社区的长辈多数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做笋干，有的拢已经是做50年以上的熟手。除了教学生安怎拍笋干，了解笋仔的特性，因更加望讲会当甲地方的智慧甲技术传承落去，互少年辈体会到早期先人奋斗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去屏东的分校厂工业遗址咧进行改造，按算要打造做文化基地。经过2冬的修理、修复工程，即马第一阶段已经伫要做好势啊，按算年底进前会开幕。屏东分校厂嘛是全台生产规模上大，也是目前全台设备保留上完整的加工厂区。屏东县府也伫2018年向文化部争取到3亿7千多万的经费。要来征收这个所在，经过3冬的研究，决定甲这加做平安1936文化基地。平安1936文化基地哈，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屏东烟厂嘛，然后是1936年启动的哈，我们把这个历史的一个概念把它注入进来。屏县府文化处长是表示讲，这个基地会以屏东的多元文化为基础，甲伊起做一个博物馆。内底包括分校啊，也阁有客家汉文馆周边的专业研究，阁有典藏。未来屏东美术馆也会伫遐。烟叶博物馆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客家的这个博物馆，还有原住民的博物馆。那还有2个这个特展空间。那这个特展空间呢，也会打造成全台湾第一个这个数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平安1936文化基地第一阶段会开放屏东分校馆、客家馆、所谓科技体验馆，佮有商业展览空间，有计伫年底开幕。未来专区启用了后，这个文化基地会串联屏东演艺厅，佮有屏东大学，成做屏东市中心的艺文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家己埔子有一间300年的三合院，本地已经强要放弃啊。因叫做土水的厝主，毋甘祖厝囥咧遐芳远，伊一个人是用20冬的时间，豆豆啊摸，豆豆啊修理，即马已经成做当地一间较有特色的建筑。砖仔顶面的图样用刀啊、豆豆啊甲磨。这间厝内底有各种无同款制砖仔，拢是这位土水师一个人一块一块慢慢啊贴起来。因为毋甘把活冬的祖厝害去，所以只要有闲就当来修理。这一做就做了20冬。怪兽来的，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就全部，全部都变成平地呀！后日一定生草的啊，对无？我即马我个想是讲，无我若个起起来，我起起来，才就若要起就规个总到尾就一定总起啊。这间老厝内底各看就用这个较高的壁，当初因为上久放弃，本身会晓做土水的厝主，为室内到室外。毋但用砖仔来展示功夫，嘛展现创意，互这间百外平的老厝，成做埔子市一间真有特色的建筑。以前咱古早的庙、古早的庭院有人做安尼，毋过这个技术已经断去啊，无人咧做啊，所以即马佮恢复起来，佮用咱迄个传统的一个迄个怀旧也好，还是讲鼓励也好，会当教育咱的后代，咱下代来遮看。室内室外的壁拢用砖仔做出无同的花草，听到外口的窗花，每一道拢无同款，甚至佫用砖仔来做斗点。厝主开20冬的时间，豆豆啊修整老厝，佫用创新的做法，互贴砖仔起厝的工艺展现无同的美感。记者林慧玲家己报道。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失踪的老人是大找无路，2个内底就有1个是因为治疗失智症。也阁有一寡时大，就惊讲挂爱心手链啊，会互看无目的，会互歧视，所以拢无爱挂。即马民间团体协会是推出一款新的联络卡，互因有无共款的选择。洗过身结伫牌仔的红色锁匙圈仔，抽出内底卡片，有主人的基本资料等等。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新推出的紧急联络卡，会使互行毋知路失智症时代得到帮助。有40%的这个同仁认为这个佩戴爱心手链有帮助，接近三成认为这个带 GPS 定位的辅具有帮助。2个有点互补 ，GPS 是主动你可以主动去发现它这个是被动。当人家发现或是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台湾去年时大失踪事件大概有4500件，其中有2145件跟失智症有关系。大概每2位失踪的时大，就有1位是失智症。我们在整个失智人口里面的3/4是轻度跟极轻度。而轻度跟极轻度呢，行动能力基本上都很好，行动能力很好，加上他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
方向感不清楚，其实就很容易会走丢。爱心手链就是很多长辈就觉得它很难看，或者是觉得说它好像给它贴了标签，亲切一点的紧急联络卡。协会表示，紧急联络卡伫设计时无任何失智症的标签，除了提醒患者使用意愿，一般民众嘛使伫顶悬记录家己的医疗状况，当作一般的医疗资讯卡来使用。记者郭本陈派文台北报道。新竹关西夜水坑溪伫初五暗传出鱼仔病毒死几片的消息，环保局有派人去现场，才发现讲是一间工厂的盐酸管破气啊，所以溪水受污染。这嘛时候在地乡亲是真不满，专工去工厂的门口抗议，要求负责人出来处理。溪水内底鱼仔已经冰毒，现场阁闻到酸臭味。环保局接到通报，派人到现场检测。发现水的 pH 值敢若剩1.07，对早发现是附近一间工厂的盐酸管破气所引起。施工人员的不当那造成管路的松脱，那尤其加上前一阵子地震的影响，那导致管路的这个破裂，那才造成这个盐酸本身的泄漏。发现他们是在顶楼的一个盐酸桶的部分的输送管线破裂，造成外漏。那预计可能会大概上市采取金额在6万到2000万左右之间。面对我们的关心的乡亲，你一次就给他解决，好不好？在地乡亲不满溪水受到污染，来到工厂门口抗议，要求厂商负责，而且连面停工。85年到现在。举报的我们没说没举报的，举报的裁罚就20几次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表示这一家公司它非常漠视这个环保的法规。后尾经过协调，工厂除了爱完成水质检测，所来也需要担起溪水护育经费，再继续抗议事件。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屏东县的民众伫厝内有接水道水管的比率，伫今年才超过60%。不过，即马也是有6个乡镇，甚至屏东市各有5个里使用自来水的客家是无够1成。有一寡时段是认为讲，因为用地下水真方便，阁毋免纳水钱。水道头甲全开流出来，毋是自来水，是地下水。来到屏东市海丰社区，家家户户拢有家己的井，居民生活拢抽地下水。以来我用马桶洗碗、洗菜、洗身躯，用地下水。规个海丰地区5个里拢无自来水，居民拢讲真惯势。毋过半冬前捌抽无地下水，最近县府嘛咧推设自来水，开始调查里民意愿，按算每年动工。半年前至于我看拢一直在抽无水啊，较深的、较浅的拢只有抽无啊，抽无就一个电弄。反对的人是要足济啦，无人爱弄，我嘛无爱。甲阮厝边大家嘛讲，这弄嘞，咱都抽无水啊。目前屏东县也有联络内埔、德产等等6个乡，甲屏东市5个里自来水才无到1成，全屏东自来水普及率今年才到61%。厝离咱迄个台水的管线，那伫即个25公尺以内，阮拢专业公部门拢专业补助即个接管的费用。啊，若超过25公尺以上的，另外就搁补助1/3安尼。除了补助，水利处表示，较浅的地下水加减会受污染，希望民众要是改装自来水较安全。记者邓亚文、罗维做屏东报道。再来看较轻松的，这是比利时有一条自行车道趟过湖，嘛甲湖分做2边。啊，若骑脚踏车骑伫即段路，目睭看出去的视野、悬度甲水面拢平齐，嘛，互人就是讲伫水底骑脚踏车同款，真特别。车道的悬度愈来愈低，无偌久，脚踏车就亲像无细分海共款，穿过大湖向对岸行。这条特殊的自行车道，在比利时东部林波省波克莱克自然公园当中，车道200公尺长、3公尺宽，用穿过湖的方式来设计。伫顶面骑车的时阵，视线悬度会下降到甲湖边同款，手若一寸就用吸到水。Donc descendre sous le niveau de l'eau, c'est une sensation assez incroyable. Et alors on se trouve au niveau de l'eau et on se trouve au niveau des canards, des cygnes. Et c'est particulier et je pense que beaucoup de gens
adorent faire cette expérience. Voilà. 这条车道2016年开放了后，有数十名游客慕名来遮。大月时阵，逐工甚至有3500游客。时代杂志各将这列就全球100上赞的所在之一，除了体会穿过水面的感觉，当地自然景观也是吸引游客关心。林波省是比利时有名的脚踏车都市，当地铺设将近2000公里的脚踏车道，而且还佫一直增加。建筑师以无破坏环境的方式，让脚踏车道融入当地景观，让民众伫观光休闲以外，也能兼顾生态。公视新闻徐焕玲编译。来关心气候变迁加上乌白草茶，伫印尼的爪哇岛濒临危机的动物，白色的长手猴即马剩4000只尔。动物团体即马当拍拼来保育，嘛教当地人正加比毋通阁非法草茶。当地员伫林间跳来跳去，真溜达。爪哇当地员佫叫做银白当地员，无油果水。目前伫爪哇岛只剩4000只左右，已经被列入濒危名单。不过目前因上大威胁来自生态地消失。Yang nyata ancaman sekarang malah ya kayak keutuhan hutan ini karena semakin banyak aktivitas manusia juga orang banyak merambah juga membuka hutan yang awalnya itu tempat oa。为保护爪哇长臂猿，动物团体甲政府共同合作，每个月派人到社区推广永续发展的保育观念，伫森林徛禁止打捕、甲非法刺绣的告示牌，同时辅导民众改正家比，换一种方式增加经济收入，学甲原来生态共存。Setelah sadar bahwa apa yang dilakukan itu salah, kita coba cari tahu gimana caranya untuk mengambil hasil hutan tanpa merusak hutan dan tanpa mengambil satwanya. Itu salah satunya adalah kopi. 不过专家发现，除了头拍蜡甲臭树啊以外，气候变迁也威胁当地员的生态所在，好食物件减少。Akhirnya bergeser ketika hujan di tengah yang seharusnya musim panas hujan, pohon itu seharusnya berbuah menjadi vegetasinya menjadi tumbuhan yang lain. Misalkan daun yang harusnya menjadi buah menjadi daun lagi. Buahnya rontok. Itu yang berpengaruh kepada hewan yang ada di hutan Petung Kreo ini. 动保团体认为，爪哇长臂猿面临经济威胁，伫未来10年内有50%几率可能灭绝，相关的保育工作都要赶紧。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合欢山伫今日早起，因为水气有够，而且温度较低，已经落冰，嘛要提起乡亲。暗时低温敢若剩12度尔，乡亲爱穿好少，加好少。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